順命不認命，逆來不順受，人生總會遇到難以承受嘅痛。條路唔通，咪用雙手加埋黃道益活絡油打通佢咯。搽幾滴黃道益喺痛點之上，用拇指尖以適當力度按壓15至20分鐘，每日3至5次就能緩解。享譽半世紀，香港殿堂級品牌黃道益活絡油為你消酸解痛50年。請認明 MPN 00825247方為正貨，總代理國盛行。點解多年嚟我哋成為全加拿大銷量第一嘅豐田車行？龐大嘅汽車城，童叟無欺，忠誠嘅承諾。10月買車要10全10美，當然要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啦。價錢利率10全10美唔再講，仲有獨家大優惠嘅。係你哋 number one 嘅顧客，使我哋 number one。仲等？今日早啲嚟喺萬錦市 Steeles 及4042棟嘅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車城啦。你覺得呢個世界上仲有邊個會咁愛你啊？你真係冇咗我都冇所謂。我喺落牙攞走嘅電話度安裝個 GPS 追蹤，我唔會俾佢孤軍作戰。張敬子已經唔喺度，知道入面有咩嘅人就得我一個啫。咁點啊？我同你根本就唔同嘅世界。有利的詐欺大結局，星期六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有利的詐欺係由美元染髮劑 One Push 贊助播出。一個好冇安全感嘅人啦，我好想踏出第一步，但我都會勒住自己咯。我唔係好 sure 你係咪我人生伴侶嘅話，我係唔會拍拖。我拍拖係以結婚為前提，你又細我5年，我都會諗下你係咪真係好認真。即使可能我有幾中意你啊，或者係點樣嘅時候，我覺得我最後我都係我會支持你咯。女神配對計劃最後告白，星期日晚上9點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近年嚟，卑詩省發生多宗汽車撞入店鋪或者建築物嘅事件，引起公眾廣泛討論。呢啲睇嚟偶發嘅事故背後究竟有啲乜嘢成因？如果不幸遇到類似嘅情況，又應該點樣去保護自己呢？星期五晚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26分鐘見證實錄，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去了解。以下節目部分內容或鏡頭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，敬請留意。